后来乡亲啊，过来是这个正段的消息，有关在野阵营要整合这件代志，国民党的副主席连胜文进前讲，伊有甲郭台铭交流过，郭台铭正坚持好友谊提互伊选，无任何春秋的空间，所以谈判无进展。郭台铭竞选办公室回应讲，这甲事实无符合，讲郭台铭过去1个月来拢无甲连胜文来见面。敢若过党的后生郭守正有甲连胜文来同奶，连胜文嘛来回讲，家己并无甲郭台铭会面，是甲郭台铭的亲人来联系。连胜文讲，若是郭董事长并无坚持，就爱好友谊提互伊选，那呢伊愿意来承担到所有误解的责任。只能谈他上侯下，就没办法谈。这近期发生的事情吗？大概也3个礼拜前，所以我们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讲，3礼拜前甲郭党的参详整合的代志，因为因为郭台铭的态度伤硬无成。我们朱主席也是指派我全台湾跑了一趟，大部分的人都希望，就是说再也能够整合，并不表示说他们一定就坚持是老郭，就是郭董事长出来做头，没有这回事。被指讲态度伤硬，郭党的办公室看甲袂做咧，发出3点的声明，讲郭党的过去1个月来无甲连胜文见过面。郭台铭后生郭守正嘛无见过连胜文，敢若透过信息的沟通，连胜文所讲的代志甲事实无符合。郭守正先生跟连胜文之间的联系仅止于讯息传递。那这个讯息的内容呢，也只是说是不是能跟郭董见个面的邀约，没有谈到任何具体的政治内容，所以不可能有侯下过上。连胜文伫今日透早透过面册写讲，愿意承担一切误解的责任，同时承认敢若甲郭党的亲人联络过尔，无见到本人，并且再次重申国民党愿意以大局为重，拍拼团结在野的力量。虽然已经回事咧，不过无甲郭党的本人参详，就对外安尼讲，自然引起质疑。那我想这里面可能中间有一些误会哈，所以他也请这个媒体做一些更正。共党立委斗八回只是误解，不过在野整合超袂好势，各种风声是有够济，副主席暂停的误会嘛被放大检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